到啦！聽講全球最大嘅室內滑雪場華發冰雪異雪奇蹟新開咗如雪區，今日我就帶大家去睇睇呢個超過4萬尺嘅冰雪樂園。入場需要嘟身份證，所以各位團友記得帶身份證出發啦。入咗嚟之後，先到呢個地方攞裝備先，有雪服、雪褲、雪鞋、頭盔，呢度亦都有足夠嘅空間俾大家寄存行李。依家換好咗裝備，就帶大家入去體驗下。嗱，我哋入咗嚟之後呢，就可以見到呢度一共係分為2層嘅。呢個區域專門為親子同新手設計，集合咗14項嘅遊樂設施，唔使去北方，嚟深圳華發冰雪世界就可以玩雪啦。一入到嚟就可以見到呢個冰雪藝術工坊啦。呢個夢幻雪屋都非常之適合影相打卡。跟住就帶大家去玩最令人期待嘅雪圈道啦，一共有5條唔同類型嘅雪圈道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去選擇。依家帶大家體驗下呢個迷你漂流圈道。除此之外呢，仲有雪上卡丁，大人細路都可以玩得好盡興。玩完雪圈道就帶大家嚟呢個極地探險之旅。超夢幻、超震撼，影相 po IG 絕對拉爆。出咗嚟之後呢，仲可以上2樓睇睇冰雕藝廊，影相打卡都可以好出片。喂，夠鐘嚟冰雪樂園玩啦！